屋球啲下水管道塞了，冇使請師傅過嚟通，攞你隻嘢放嚟，再倒啲水，佢就通了。有冇咁神奇啊？等陣我買回來咪得，你睇我通電曝光你。來，我哋先睇視頻。红色的日落出没在你线，怎么慢慢展開露出希望的臉？我耳聽着耳機裡的音樂。視頻同款嘅管道絲通仔，我就買回來啦。花錢我響，我來踩，免費紅燈，幫我點藥，而家我哋打去。嗱，我買過係3瓶，睇睇呢。生廠家生地址都有，質量標準係有。喊住兔力強效管道絲通，快速絲通，慈眉清粉，一瓶係300克。嗱，你睇下，佢嗰啲仲講有強效溶解、油垢、茶渣、毛髮等堵塞物。嗱，生廠家生地址啲，嗰隻嘢有冇你吹到咁嚟㗎？嗰隻相架你睇後落。如果冇你先前嘅效果，等陣你睇我通電曝光你。而家我即刻攞嘢過嚟測佢。為了還原器最真實嘅效果，我買咗隻下水道模擬器。嗱，你睇下，我又準備咗2條管。嗱，嗰啲咧都係我哋屋球經常使個管，睇睇想我哋嘅管道。仲啲，我仲準備有頭髮、青菜、果皮、雞蛋殼、米飯，仲有豬肉。我哋擠你落去，首先擠你隻果皮落去嗱。擠啲米飯，哎呦啲飯料，擠青菜，哎呦豬肉啊，擠幾嚿豬肉嚟，雞蛋殼，攞條棍嚟篤篤呢，篤佢落去呢，哎呦篤得實實，頭髮搞薄嚟。再加多幾球米飯落去，好，而咁已經塞得死死啦，你睇，拉實實落個位置。好，我哋咁倒水嚟睇睇，倒嗰隻嘢嚟呢，嗱，唔可以封我，佢嗰啲嘢白白嗰嗱，啲粉狀嚟個，好，倒水嚟睇睇，哎呦！一倒水馬上滾炸炸出來，你睇呢？哎呦哎呦哎呦，等我呢。嗰啲頭髮好似慢慢變軟了喎，一倒水馬上有效果了。倒一啲，落嗰啲，咁又倒水，落嗰啲管道啲。哎呦，已經沉沉到。下底啲慢慢有啲黃水流落嚟咯，隨啲啊，啱塞得咁實啊，你睇呢？你哋睇，應該差唔多啦，下底啲已經溶解黑齊了嗱，倒多啲水睇通未？哎呦哎呦哎呦，爽喎！你睇呢？通咯，仲有一啲啲仔下底，沖多啲水落去。嗱。基本就齊出嚟啦，你睇係冇通咯？嗰隻裏頭啲管道，我哋等佢10分鐘，再嚟睇睇係咩效果。Later 已經過了10分鐘啦，嗱，你睇下個碗嘢，裏頭啲嘢基本溶解齊咯，嗰啲雞蛋殼、豬肉啲嘢溶化齊咯嗱。我哋攞2隻管出嚟睇睇。哎呦，咁難撈噶，隨啲啦。嗱，你睇下。嗰啲管道冇問題喎，仲係一樣厚厚喎。個卡又係嗱，對管道冇傷害嗰隻嘢。嗰隻管道絲通仔呢，我就測你啦，效果你哋都睇到啦。一倒嗰隻絲通仔落去，佢馬上就會起反應，慢慢去溶解堵塞在管道裏頭嘅嘢，大概溶解10分8分鐘，你攞水一沖，佢就通㗎咯。嗰隻嘢確實係靚貨。在嗰啲小兒再提醒大家下，冇要等到屋球嗰啲下水管道全部塞了，冇喐得冇通水了啊！再諗起身攞嗰隻嘢，最後呢就係1隻熱左右啊！你攞嗰隻嘢倒一啲落嗰隻管道去啊！咁至以後我哋個管道就冇會再塞噶啦。你哋屋球有需要個可以安排靚貨。